哇！睇到台灣男明星明道喺新劇《如果我愛你》度係咁錫內地女演員咧李沁，會唔會戲假情真錫出愛火花㗎？嗱，呢日明道同埋李沁、胡兵現身北京，為呢部新劇咧落力做宣傳嘅。之前有傳明道幾中意李沁，本來茶記都唔係好信嘅，不過現場發生嘅事咧，似乎證明咗佢哋真係有啲嘢噃。其實我不是一直在拍戲到現在遇過的所有戲劇上面唯一有拍完以後的慾望，我會記一下。錫就錫咯，但係一般嚟講呢種場合都係借位擺下 pose 就算噶啦。點知佢哋居然喺眾目睽睽之下公然錫喎！睇到呢度咧，可能有人會話：切，逢場作戲啫。嗱，如果你喺現場睇到佢哋有幾肆無忌憚咧，你就唔會咁諗噶啦。呢啲唔知係咪叫做習慣成自然呢？連胡兵喺現場咧都話明道對李沁係咁放電啊！唔係話茶記，我話啦，逢場作戲同戲假成真咧都係一線之差嘅啫。